哦，森林火灾。心得嘞。咱讲地球看无啊，下讲咱的地球啊，咱人家摧残甲讲不成人样，不成地球的样子。所以有人讲地球被人类给摧残了。然后这里就进入经典了哈，经典里面就下三页，这人看懂吗？此谓含秀天地气交，万物华黑恶早起。对，无厌于日，始至无怒。使花成意思，咱看的是名就知影，翻秀嘛，翻秀茂盛的意思啦吼。翻秀的意思讲，到夏天啥物货拢生啊，足水的啦。那天地的气烧到啊，万本吼花实，花就是咱像花啦吼，花就是花啦。所以这个时阵吼，迄个阴气，咱是毋是感觉足热？其实伊的阴气已经微咧，微微的上扬了啦，然后阳气在往下了啦。这个时阵天地的气已经在高啊，所以阳气湿化，阴气绝尘。然后成化相合的话，所以万物华实。这个时阵咱要怎过咱来办嘞？暗暗去困，然后早早起来。无厌于日就是讲，袂使讨厌讲哦，即个热天会晓长啦，遐热着啦，所以等于就是爱调咱的心性啦，那长夏为上一火嘛，上一火，所以咱的火气真大，容易伤着咱的肝，老受气，然后会带着咱的鼻吐，物件就较袂爱食。那这个时阵，咱要怎调养咱的身体？使气，对，再来。使气不泄露，所爱在外，指下气之应，养长之道。那个养场的是夏，那个春养生嘛，夏养长嘛，所以咱要顾咱的身体，就是咱要有这个气，迄个气得以发。咱就讲咱流汗，你毋通搁美大冷气卡，或者吹冷气，咱流汗尽量流出去，等于一个排毒的一种。然后若所爱在外。迄个感觉，这所讲的就拢讲迄个情绪嘛，情绪、精神面，就是讲你迄个感觉，咱像讲你所爱拢伫外口同款意思，所以你的皮肤尽量互流汗，然后迄个夏天之气，伊就发泄出去，来养长之道。养长之道就是，咱嘛是会使甲伊讲长生嘛。伊何谓经典的？讲你不管伊对一个角度来甲解说吼，拢会使，迄个是叫做经典啊。也可以说养长生，那也夏天属于养草嘛，草的生长的艺术。然后再来，假如我们不按照这样啊，会怎样？逆之则伤心，秋为肝内，奉收则少，冬至重病。假如不按照夏天，拢要美大冷气，较无爱互伊流汗，那到秋天会安怎？到秋天该内就是讲有的人稍稍拢袂好。那古早有叫做疟疾嘛，有时候还会影响到久病久咳。那咱咧讲咱人啊虚啦，自然就寒呢，虚寒再来啦就湿，
那一个湿来变凝，凝就好像果冻这样。那凝了以后就变堵，堵了以后就变瘤，瘤了以后就变癌。所以咱所有的毛病哦，癌症不可怕，伊的源头就是迄个虚寒湿、虚寒湿凝毒。所以伫个湿凝毒遐，咱就爱甲伊破掉。像刚刚那个说伊的架骹，伊的倒骹会拔，伊的倒骹会拔，倒骹右气走血嘛，所以可见伊的血循环较歹呀。尤其是末梢方面，所以要那个活血化瘀，要怎活血化瘀？运动是一部分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的中药就派上用场啊。活血化瘀，三不五时食一个，像咱过去，咱米伫个血管壁内面无法度活血掉的，迄个死血来活掉，甲活掉啦。那假如你逆的话，伤到心以后哈。到了冬天，就会得重病，奉收得少，奉给冬天的东西就少了。这是这个例子。那伫个长夏五脏的属于心嘛哈，那五气属于暑，所以伊伫个五常内面叫内。然后它代表的话就是积极、明朗、进步哈，这里面咱拢看有哈。那一个呢？长夏属于心嘛，咱若感觉心气无介好的人，他很容易有仇恨心。那有仇恨心的人，又容易伤到我们的心脏。那伫个五戒内面，伊就是讲五戒佛教的五戒里面叫我们爱戒侠淫，这是对应嘛哈。然后那是夏天，夏天后面还有一个长夏，长夏咱伫个五常内面叫做信。信用的信啦哈，那只要一个人没信用的话，长期的来对咱的心脏嘛是一种伤害。这里再看一个影片。咱长夏甲夏天吼，甲秋天这一段时间吼，万物运化，所以讲，这是五脏。怎么会这样？